新北市第9间非营利的幼儿园，就伫咧土城水清水高中内底，今仔日来举办开幕典礼。为着要减轻家长的负担，新北市府是表示会继续增加非营利的幼儿园，而且打算是到明年按算对今摆的245个班增加到300个班，也会继续来推动私立幼儿园转型做公共化幼儿园。今仔伫台顶跳舞的模样真活泼，这是清水高中非营利幼儿园的开幕典礼，是新北市第9间的非营利幼儿园。为着要减轻家长饲囡仔的负担，新北市教育局这几档投入5亿外的经费，增加公共化幼儿园。目前全新北市已经有245班，市府嘛希望到明年会当增加到300个班。114、115年这2年我们已经选定最少2个地点，起码板桥国中跟板桥湖州，我们非营利幼儿园，每一个地区有18班，最少收400人。幼儿园园长表示，非营利幼儿园甲私立幼儿园教育方式有真大的无同，除了学费较俗，嘛较注重在地化的教育，亲像实农教育、社区关怀等等的活动。另外，伊的活动空间嘛比一般私立幼儿园搁较宽，囡仔就通有轻松自在空间通佚佗。空间会更大，然后我们走的是学习区，可以让孩子有很多操作的机会，那孩子就可以在场地中，可以尽情的嬉戏。为着要满足相信家庭饲囡仔的需求，新北市政府表示，未来会继续推动公共化幼儿园，卖投入资金，甲私立幼儿园转型做公共化的幼儿园。除了减轻父母饲囡仔的负担，嘛增加个人生囡仔的意愿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